小文，今暝下晡10年都过去了。我当想哦，春天今年上5年了，是一个跳跃健康的小阿妹。我时常看到伊，越看越感觉越来越强。我保证俺的心肝妹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。春天，后来马出发喽！好了，来了。生日快乐，春天生日快乐！春天来了真知道，梅花黄莺报道，梅花开。亲爱的妈妈，你好吗？我跟爸爸都很好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爸爸送我一部小折页。爸爸还是像往常一样骑你那部脚踏车。我们先来看看你，然后再去郊游野餐。春天，同妈妈讲嘛该？秘密不告诉你。跟爸爸买饭嘛？有，收了很多很多。真的哦？真的。喂，你莫像是撒干一样哦。哎呀，骗你的啦，都是说好话啦。妈妈，你在天上一定要保佑爸爸，因为爸爸还是一样笨，一样常常被人骗。可是大家又喜欢抢着找爸爸帮忙，所以你千万不要让老天爷或别人从我身边带走爸爸哦。哎呦喂！小心一点哦。谁说爸爸是笨警察？你看爸爸多灵活啊！跳上，跳下。哦呦，你小心一点啦！来，上车吧。今天玩得开心吗？当然开心啊！哦，都是爸爸背你，当然开心。好吃饱嘞啦，冇过食嘞啦。菜，哎，好嘞，就好嘞，好吃了。哎，冇事嘞，谢谢。哦，很烦哎。他牛皮豆，那是每档吃。哎，我唱牛皮豆呢。那我是有关麦吧？有啊，我唱我都关牌的，冇过食嘞啦哟，吃饱呢。哎，唔对，我隔壁传过来嘛，吃可能系哦，大概阿拉看啦。刘建峰哦，刘建峰。哎，刘建峰，猜嘛，开门呢，开门呢。小龙，给我打的1救喊救护车来，四大藤手洗拿出来。哎，有救护车，春天小心点，靠边，靠边。爸爸怎么了？我也不晓得哎，我们继续骑吧。哦，阿梅，小心嘛哦。去吧，去找救过，到底发生嘛个事？头凉。啊，这种爸妈很远选。开个事啦，吃啥的？吃啥？春天，先去找小丽玩。吓死人哦！当初你没看佢自己一个眼房哦，将冇同步做飞机哦，做到冇1年啊，却按都是，点是安尼，点是就安尼。哎呦，你种爸妈小金子系细人搞气泡无拄好得到金炉啊！
佢行肉行現場，敢若總統府杜總較小暖的，生意啊，生意啊。你都冇拄好嘅啦，唔會記的啦。睇人頭講哦，啊無佢開個時間係冇拄好啊。他高單，高單。那你得，我看佢哦精神有問題啊，幾忙神經啊都生神經了。啊，唔服到佢嘅是唔可以衰佢都好咧啊。問題都忙到去啊，我不管啊，你孫產想辦法去捉走啦。啊，有人叫我唔敢哦。哦，唔將啊，你孫產你嘛敢唔敢？我嗌孫茶，嗌拍到咩烏托啊？啊，冇人敢講烏托。哦，我要看看啊，聽少嘛。到了，到了。那么那个天前意见，刚说那个。佢冇不看人啊，佢自己是改係人啊。啊，你講你間屋就麻煩意見啊？阿今晚來嘟嘟吼，阿冇你聽意見聽少哈。啊希，啊，戲是低的咁啊錢咗唔低啊？啊，戲是低的，啊，你聽少哈哦，啊這樣春天流動到卡了，啊，俺有公司的，好。爸，我跟小丽玩，你趕快去救人啦！好啦好啦，哦，聽少哈啦，容易啦。那你要乖哦。氧氣開到5，這樣夠不夠啊？对，看到我。爸爸，爸爸，这个音量转到5对不对啊？我要給。來進發了。反正2班帶你去平縣。你放心啦。你放心。放心啦。鸟公唔精乖氣，念一遍。妙公唔精乖氣。你是頭讀木帥木時時。你是董帅，莫西西。谁射的？怎麼了？老师原来拿橡皮筋射我。老師，我看到是下大雨射的。谁说是我射的？你有證據嗎？你班長了不起哦！明明就是你。你哪只眼睛看到了？好了，不要吵了。下大雨，上課認真一點。哦。這樣子好了，如果這一次的教學觀摩日大家很認真的話，寒假的時候我們找一天去戶外教學，好不好？哦，寒假還要來上課哦。老師，那我們要去哪裡？那我們去烤肉好不好？看毛熊，我們去木柵動物園看貓熊。好，秋春天的提議很好，這樣子啊，我們就找一天去看貓熊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那現在認真一點啊，來繼續念。大呂公鄉安泰鄉。大呂公鄉安泰鄉。野草唔搶魚。先生，差別送藥甲騙你，有要緊冇？佢血液暗部咧恢復到差唔多哈，首先要抽血啦，那等抽血報告那冇問題就是叫你。你來看佢啊，冇血人多治哦。醫生啊，請問啊，佢咩事嚟個強制帶驗嘅介紹啊？嗰係看精神科，那精神科現在因為有比較人有同意的話，就是帶驗啦。張醫師8號重新看一下。好。啊，今天要家屬同意啊？一般嚟講呢，那講人需要考證明時，張同來講一聲哈。好。先發啦，啊你同佢聽少前幾副款人啊？係。係啊，你啲孫茶呢？我孫茶都很帥啊。他唔是帥啊！啊，你邊嘢個一節夫嘅東西嘅，我冇限細漢啊。要嚴人照顧啦。當然我係照顧，我冇限細漢，我打唔係。哎，晏晝咧，忙吃東西啦啊！
呀，健保卡就得了嘛。开台甲平安呀健保卡登记下呢。加减识得啦。福州太太真神经质，咱的腿吓到咧啦。富人家较无胆，其他都人家吃啥啦？真实咯。我若看到人家泡面又掀开，尽管没有吃啥啦吼。按茶皮泡面无识到，啊多两万个还蛮识判。敢若啉酒会不会啉5杯？啊牙判包，冰凉，我加减识得啦。好嘛？哇，弄大哥，要判包，那么。春天，你爸今天要值班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要不要去？好啊。那我等一下去补货，你要吃什么？我在里面。箱子里还有，你的吃光啦。我是怕等一下不够，肚子饿怎么办？小心变成粉红猪！邱泽天这个如花，还感觉下大雨在骂我。下大雨任务。粉红猪加油！下大雨，要过去楼下马路前。只下大雨，小心我跟你阿妈讲，让你变成下小雨。哇，这边草长好多哦。废话，我们很久没来了耶。哦，我刚刚差点跌倒哎，我之前也常常跌倒啊。我的亲爱的咪咪弟弟，我好想你啊！哦，你好恶心哎！亲爱的蝴蝶，我来看你了。哎，小丽，快来看，这是我这礼拜收集的胸针。你收集了几个？我收集了5个。哎，你看这个最特别，好漂亮哦。第6条还没出来哦。还没。哦。哎，小丽，我上次打破你爸那个杯子，你爸还没发现啊？他做了这么多，到处送人，你家不是也一大堆吗？他哪会记得啊？是吗？哎，小丽，我觉得下大雨很爱找你麻烦呢。下大雨那个穷光蛋，每天一身臭味，那是不是叫狐臭啊？嗯，好像是哎，还真的很臭哎。嗯。有假咧，我转咧，唔攀得啦。哎呀，你转咧，啊睇人冇要打电话钱冇？啊？那是？7分钟进前啊，到你那转来进前，伊讲单下手机打唔通啊。我某天。啊，某天咪唔对。啊，又没睇到啊。啊，那喺我查个刘金峰也查过咧吼，佢冇1000块，啊，佢每一个请员都系加1000，一晚都得到都交收，吼啊，今年另外914年嘅时都就判离婚登记嘅啦，吼按存的资料也判唔好咧，按我查好咧，吼按张表了，吼哎，按张看，吼。哎，你的电话是不是响了？哦。喂，爸，你的手机要没电了，对不对？刚才在外面巡逻，没注意到嘛。春天，爸爸要买你最爱吃的水饺哦，就在冰箱的上层。想吃饭也可以啊，就把冰箱的菜拿出来热一下就可以了。哦，我知道啦，我是想跟你说，我在小丽他们家啦。哦，又跑到他们家去，待会又要麻烦李长伯送你回家。你值班不在家。我一个人会害怕耶，而且会很无聊耶。哦，好了，对不起，那就不要吵到小丽的爸妈哦。我跟小丽在秘密基地，吵不到他们的啦。基地？什么基地？不告诉你。好了，我要忙了，你乖乖值班，有事再打电话给我，拜拜。哎，喂。小丽，你在那边干嘛？没有啦，我在找东西。你是不是忘了问你爸什么是雷曼兄弟啊？啊，我忘了问，我明天再问。大宇说了，到底是什么兄弟啊？你爸当警察，是不是认识很多兄弟？是啊，可是他没有跟我说过什么是雷曼兄弟耶。是不是打棒球的？啊，知啊。
要呼叫8栋5。8栋5收到。东坑路665号有住宅窃案，请你前往查看。了解，住址请再说一遍。阿妹，嘿，很报案哦。嘿啊，我出现吼都后背中发啦，啊唔记得锁门，啊一喊啊呢入来吼，可能俺木卡吼都不然变故咧呢。你当唔见嘛个嘛？啊，就是输了现金啦，啊，搁有一台个天马啦，啊，我个台天马吼，是我孙吼亲中日的，啊，今仔底道吼听出伊艰苦的啦，啊，孙茶先生，俺都同我请到转来呢。啊，我听到，没问题啦。哦，好啦，麻烦孙茶呢。啊，另外带人要安不好看好嘛？哦，好，安尼就听个顾你呢。永久警醒，按不要，大一家太老手，唔是唔会困抢你。下大雨，全班同学都很认真哦，就是你不专心。我哪有？那要不然你站起来，你把尿功念一遍，顺便模仿尿功的动作给全班同学看。老师这不好了。哪里不好？我不是听说你都回去还在那边看电视，模仿东模仿西的。我长那么大学尿功不像啊。学尿功不像，那你学毛熊好不好？老师，我不舒服，我肚子痛，怎么啦？要不要紧啊？肚子很痛。这样好了，小丽，你陪春天去保健室。来，其他同学继续。下大雨，同学等着看你表演毛熊啊。哦，你很笨哎，跟你暗示半天也不懂。再不快乐的话，等一下一定会被叫起来学喵功。熊猫吃九掌，熊猫爬树，还有什么？熊猫撞墙，熊猫撞墙。老师，我写好了。好，你们东西收一收，老师送你们回家。老师，你要家庭访问啊？老师，我又没有肚子痛，你干嘛送我回家？老师，真的不用麻烦了啦。老师不麻烦。老师你不麻烦，可是你带我回家会给我带来麻烦。先生哦，落难呢，安尼专攻带牙带伊转来。唔会啦，今比较太日头好教做熊鸟，表演都当好，太子我看到啊，总啊哈哈太笑呢。嘿哦，等下表演不阿婆看呢。俺唔笑啦，笑什么？都是你们啦。先生啊，我太日都好教哦，迄无天法哦，你个人会教训去啊。唔会啦，太日啊，同我教当乖呢。安尼啊，我哋先来你咧。哦。走吧。老师，大雨他阿妈会用扫把打他的屁股，所以大雨他最怕他阿妈了。真的吗？可是如果没有做错事情的话，为什么要害怕？春天，宝宝一般都几点回家？老师，你真的不用等他。我爸他通常都会很晚回家，也有可能不回来，你真的不用等他。这样子啊。春天，这个照片里面是你和妈妈吗？对啊，那是我1岁的时候。哇，你小时候好可爱哦。小折车，你们家也有小折车啊？是爸爸骑的吗？那是我生日礼物，我爸是骑外面那一台。我爸说那是我妈以前骑的脚踏车。老师，我爸回来了。
春天，听好戏的。嘿，老师啊。歹势啦，今比尔同全天留到好交流较暗，所以我就送你转来。老师，看我老师啦。啊，妹，要跟上来就错门。没了，意思。老师走啊。唔是。春天，莫同老师听茶。哦。我迄想讲有卡度问你，啊，就留落来飞机。错好诶。啊，了哈你转的唔是嘞，正经唔是，俺都好转嘞，吼。唔是家己啊。唔是嘞啦，正经唔是。正经莫错啊。冇，春天。老师要先走。生意。省行嘞，吼。是莫个错啊。唔是，吼。老师，今比春天还好发生乜个事啊？冇啦，我了解那个练习冲通药，冇乜嘅事。严重盲信咪，加緊預示啊，吼，佢判保仲喺兩撇咧，省行咧。团副咧，老师宣行哦。好。春天，你今天在学校闯祸？没有啊，哪有什么事？没事，老师干嘛来家里？老师喜欢你啊。春天，你这样就无法服人呢。来吃饭吧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你的吗？那是老师的，老师还忘记带了。你追一下拿给老师。我明天再去给他就好啦。好，那我去看看啊。老师，你东西你竟然拿走啊？哦，哎呦，发现你这个动糊涂呢。我等就好了啦。老师，你等下啦，我飞头下啦，等下哦。Q 先生，唔是麻烦啦，严重盲失判呢。不要紧啊，你要不看慢慢记见啊，还上车啦。罗兰啊，按白谢个。春天，你是等爸爸去办啦，那你几多转呢？你有冇考？唱啊，落来咯。安慧转来了啊？嘿，转来咧。安好你有你识判嘞？哦。系啊妹。安妹这顺个个巡查呢？系啊。啊，你两个在就宿舍。佢遐学生的阿爸。哦，学生的阿爸，巡查先生，你要坐下啦？好啦，唔是啦。咁唔是你来坐下？我冇不甲定下识判，我都冇你咪坐咧。呀哦。落来咯。阿天發啦，先唔攰半夜咧，人家人來。遠船。條件貨我搭唔見呢？搭唔見，做乜搭唔見？查比見到冇同醫生講，其實就出現人咧，今日醫藥費嚟查比張腿甩平嚟咯。叫冇轉咯。我關於天貨啦，啱咩？可能跟他出現啊。希望係安尼啦，叫我冇出現咁麻煩呢。你們希望佢冇出現，要買咗件。冇啦，叫兩嘢做叫那忙付。主要有蠻多，個東西要是你隨便地處理撇啦。而家講我講到佢而家就講佢搭唔見，唉，唔知咩 shock 咯。唔係啦。阿姐嘛，唔記得前幾日冇看人呢。啲啦，冇乜解釋，我先轉，我冇定係識判啦。好啊，記得啦。好啦。哎，你有没有听到歌声啊？有。好像是从秘密基地里面传出来的耶。去看看。有人吗？
你干嘛吓人啦？有人把我零食都吃光光了啦！我不知道你是谁家的小孩，但是你不可以再随便到别人家去乱吃东西。被我们大人不饶他，这样很没礼貌。连冰箱都吃光了。你再这样的话，我要通知警察哦。我这样吓他，他以后应该不敢来了啦。爸，这是什么？赶快吃啊！哎，春天，你老师叫什么名字啊？你是警察，你自己不要去查啊？你们老师家昨天遭小偷耶！啊，真的啊？刚好啊，你是警察，你去帮他抓小偷啊。我是在想，会不会是刘金福？你是说跟小丽家租房子的那个人啊？没有啦，只是时间上有点巧合。哎，对了，爸，小丽在问你什么是罗曼兄弟。兄弟？什么兄弟？啊，对了，你那天去秘密基地是在什么地方？我告诉你就不是秘密基地啦！吼，你真的很笨哎，赶快吃啦！来，小鱼干。那个男生还要来偷吃我的东西吗？没听到声音，应该不会来了。你有听到声音吗？没有哎，只有听到你讲话声。废话，那你先去看看。嗯。这边怎么会有钱呢？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很像真的耶，还有一张纸哎。吃了你们的东西很对不起，因为不知道是谁的，肚子又很饿，所以就开始吃了。还请你们原谅一安亮，然后请你们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警察。那我们要不要把钱送去警察局啊？你笨蛋啊！他都跟你讲不要送去警察局，你还拿去给警察局？那你要保密，不可以跟你爸爸讲哦。好啦，你不要说废话了。你有没有吃？他也许还会再来，我们回信给他。我妈为什么要说话那么小声呢？对哦。你好，我叫春天，我跟小丽是死党，我们今年5年级，你呢？吃东西的人你好，因为你不是故意的，所以我们决定原谅你。你留下来的钱也请拿回去，那些零食算是请你吃的。我叫做叶小丽。我的爸爸是个警察，那你放心，他不会随便抓人，我也不会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爸的。如果你愿意，我们可以当朋友，也欢迎你常常来秘密基地跟我们一起玩。听了，听了，位上。哦，不用喊，不用喊，麻烦听下看下。有警服出事嘛？啊，唔是看到。唔是看过啊？哎，唔是看过。啊，你未有看到了解人，记得打电话来派出所。哦，好好。这样麻烦了哈。好。哦，落啦，谢谢哦。好。你觉得他会不会回信啊？不知道耶。我要开门喽。哎，有了，他回信了。你好，很高兴能跟你们2个做朋友。我叫小茹，今年是4年级，我也很想跟你们一起玩，可是我长得很吃藕草，也没有朋友。更不想让你们2个看到我，以免吓到你们。他到底长什么样子啊？我也不知道哎，可是他没有朋友，好可怜哦。可是我有点害怕耶。你怕什么啊？
假如我们很高兴跟你做朋友，即使你不想要我们看到你也没关系。你无聊的时候，还是可以到秘密基地玩，里面有一些故事书、漫画和玩具，都可以借你。小丽还说，零食你也可以拿去吃。我们最近都在练习客家童谣，你应该也很喜欢唱歌吧？上次听到你唱歌很好听，下次可不可以教我跟小丽唱？爸，这水果都坏掉了，你还买？你真的很笨哎！春天，你最近心情很好哦，有什么好事啊？最近交了新朋友。新朋友？什么样的朋友？秘密。谁呀？哎，老师，老师你怎么来了？春天在学校又不乖了是不是？唔系啦，春天，老师来了。春天，哎，你本人呢？你係？當阿媽媽炒醬嘅菜啊，還有幾路嘅鹹菜，本人能食咧？係些。唔會啦，阿媽媽講我真嘅係老爛咧。講來見笑，吃多兩晚還忙做多啊。哎，老師你怎麼來這啊？你來找春天了。對，邱爸爸好。你好，你好。來，春天在那。走，我們去裡面。我剛才去秘密基地又發現了紙條，哎。噓，給我看。春天小丽，教学观摩日应该很好玩吧？我也好想去看你们表演，谢谢你们肯交我这个朋友，这样我无聊的时候就有地方可以去了。下次有机会的话，再唱歌给你们听。哎，你爸是不是和老师在谈恋爱啊？你生气了，我是开玩笑乱讲的啦。是我爸帮老师他们家抓小偷，他拿东西来谢谢我爸。你是说老师贿赂你爸？你不要胡说，才没这回事呢。聽懂了嗎？聽懂了。好，要加油哦！哈，哎，大魚，你在做什麼啊？馬上就要準備了，拿掉，拿掉，拿掉，快點拿掉，拿掉，拿掉。小麗、春天，今天你們兩個是主角，要好好表演妙功哦，好不好？笑一個嘛，笑一個，笑一個。對，老師幫你拍張照，來，1、2、3。好，很棒哦。今天啊，大家就好好表演，好嗎？好，兩日筆錄，講清楚的啊，冇寫唔錯，記得簽名啊。點啊？好啦。可能你俾夠本捱啦，唔得咩係？唔得咩有參加任何嘅學校教學活動。是的哈。好啦，冇問題，冇問題，好，慢嚟講。誒，一隻雞唔俾條件縫咧。係啊，唔係啊，我背頭個甜歌嚟。哦，你啊。我哋個拜通咯。好啦，好啦，落啦咯。好，聽聽。嘿，咩行出來咧？哦，嘿，有看到你嘞。你好。老師好。嗨，你行係叫過來了，啊唔過仲刻結束了呢。唔要緊啊，我真叫我嚟學教你啊，咁啊想順勢帶我嚟轉啊。哦，啊唔可能叫頭地杯冇。老師真排泄啊，我不開春天金牛哈。唔會啦。哎，春天，你爸來了。真的？在哪裡？在走廊。哎，老師，謝你哦，謝你哦。拿到你嘛？唔是啊，唔是啊，請來就是的咧。冇計啦，冇得見，冇得見。安尼就係啱我嚟包嘅。看一下，冇啦冇啦，我請來就是的咧。誒，我來，老爛啊。多謝多謝哦。
春天，你要走了？对啊。你怎么啦？没有啊。等会儿。喂，妈妈。嘿。哦，俊颖哦，七足到嘞哦。哦，哼哼。详细的情形哦，照你这样同我讲，我了解无限。好好，我要好好同学生的家长费落来啦。好，好，先安尼。你怎无同我讲啊？我硬没有，我硬好好同伊费落来呢。像咱嘛家干下分类些应该的啦。啊，未睇险件吼，可能就钱唔赚啦咧。不过天妈有钱多哦，行了请伊看，迄面甲台啦。听阿妹讲，甲头天妈真重要。系啊，啊，我听春天讲哦，佢当教这人送给天妈呢。啊，唔系唔买住台天妈对我来讲当重要咩？系啊，以前春天家妹留落来的啦。出嚟，不然看个春天头先向我老师我拿。当电影上哦。啊，佢重要讲哦。系啊，佢表演都当好哦。不过真牛啊，老师。无啦。小茹，小茹，你先别走，我只是想找人说话，你可以在里面听我讲话吗？小茹，我现在心里好难过，以前都没有这样。我好想念妈妈哦，不知道她现在在天堂过得好不好？要是我妈还在的话，我爸他就不会被别人抢走了。小茹，怎么办？我现在好讨厌老师哦，好讨厌看到他跟我爸在一起的样子。我是坏孩子，对不对？你知不知道我不是好孩子了？你还愿意跟我做好朋友吗？哎，乔胜天，你干嘛不等我自己先来这？你爸一直在找你呢。哎，你干嘛不理我？各位同学，户外教学我们已经决定到木栅动物园看猫熊，可是还有人没有交钱，是谁没交啊？交钱去郊游也拖拖拉拉的，请还没交的同学赶快交，交不交就不要让他去了啦。我现在把没交的号码写在黑板上，礼拜一之前交齐，希望同学不要做害群之马。6号下大雨，你干嘛不交啊？房主，你管我？哎，你要当叫我？又没有规定一定要去看猫熊，无聊死了，根本不想去看。下大雨，赶快交啦！下大雨，你要去哪里？上课钟响了。大雨怎么了？春天，好来忙。李长博再见。好，春天再见。等我生日的时候，我也要叫我爸买副脚踏车给我。按照又台嘞。可是没有折叠的啊。哎。好，再说。便当盒，忘记拿了。我进去看一下。那个棒棒哈。大雨忘记带的。金发啦，先人讲的事情，你要听就处理好。好啦，冇问题啦，我不处理啦。我先带春天来转哦。好，谢谢。春天，要包了这样冇翻译哦。没有啊。你叫我跟谁行咯？好，慢行。
约翰了不卡了？好好。别骑这么快，等爸爸一下嘛。别骑这么快啊！你今天怎么了？等我啊！都不理爸爸啦。要等爸爸啊！啊，小心小心，路不平，小心！等我等我。啊，便当盒。平常心养成讲你，你根本就没做安尼事情。阿婆，歹势啦，我即摆唔敢咧。你爱前同阿婆讲，阿婆你要说辛苦，妈妈讨得本你，做嘛个爱用头呢？迄阿婆教你的迄嘛？阿婆，歹势啦，我本来是唔想阿婆按辛苦，我顶唔出来啦。我们先去买水果，等下再回来。大宇一定不希望被你看见现在这个样子。你叫我来这里干嘛？我是想做给你，为什么？反正给你就是了。你干嘛给我钱？我自己就有了。你别这样，我只是想帮你。帮我什么？我存钱筒我也有。你钱多啊？我知道你很想去看猫熊。谁想看呢？无聊。我为什么不能帮你？我们是同学，你需要帮忙的时候我帮你，以后也许我也有需要帮忙的地方，你就可以帮我啊。你很烦呢。好啦，来啦，我们打勾勾啦。以后有困难一定找你帮忙。可是我不想拿你的钱。那我帮你一起打工赚钱好不好？你长那么小，打什么工？我帮忙你做啊。我阿嬷不会答应的啦。你就跟他说是我爸叫我去打工，我知道你打工的地方就在我爸派出所对面，这样我刚好也可以去找我爸啊。如果你要打工，我先去问我阿嬷，但是你不可以跟别人讲哦。我不会跟别人说啦。你也不可以跟你那个死党房主说。不会啦。你发誓你不会讲？下大雨你很烦的，一点都不干脆。怎样？哎，干什么？公共场所。我个 Q 咧，哦。坐紧，坐紧，像海一样坐紧，乖乖坐紧。哈哈，这不成了铁路警察？管了这边，管不了那一段了。啊，管很多做嘛咯？那董事长啊，来以前留警府带手菜看看。啊，他们细心咧，佢都讲叫佢了咧。喂，李生。什么啊？我两小啊，我小将不搞小呀。发动管去打。蒙印就安尼教。春天，第6集漫画出来了，我们在秘密基地见。我今天有事，可能不能去秘密基地了耶。这2天都怪怪的，这么忙都不跟我说。哎呦，我有难言之隐，我答应别人不能说的。连我都不能说吗？我们是死党小丽。客家童谣大赛，优胜队伍奖金1万元。太好了，小丽，这个帮我拿给小茹。我有事先走了。你在搞什么鬼啊？
小茹，那天谢谢你听我说话。最近我可能不能常去秘密基地了。我同学下大雨，他家里经济不好，所以我放学要去帮忙他打工，让他能多赚一点零用钱，然后可以跟全班一起去看猫熊。虽然有点累，可是能帮同学的忙，觉得很快乐。第一次发现，原来帮助人是这么快乐的事。春天有心帮助同學，可見係一個好學生。現在金錢上有困難，需要的話，那麼是得退休。春天，老師聽說你要借錢給大宇，是不是？是班長跟你說的，對不對？他就要抽打小報告了。不要隨便誤會人家。老師想要告訴你，你借錢給大宇，他們不一定會開心哦。為什麼？有時候出於善意的同情，反而會讓對方覺得受傷哎。聽不懂對不對？等你長大，你就會懂了。你幹嘛說的跟我爸一樣？真的嗎？可能是我跟你爸說的都是真實的道理吧。春天，大宇的阿嬤說謝謝你的幫忙，但是她還是希望你可以好好認真念書哦。下大雨。你聽什麼？我只想聽你而已啊。這樣就可以收到錢了。為什麼？客家童謠大賽。只要我們得名，就有獎金可以拿。你是要我們去參加嗎？嗯。拜托，我們是班上最不認真學童謠的3個人呢。所以現在認真努力學習就好啦。可是只要唱歌、跳舞、學貓哎，我這麼帥，做這個很娘哎。那個自戀狂，我們在幫你耶。邱春天，你很不守信用哎！幹嘛把我事情告訴這個房主？你還敢這樣叫我？我發誓我真的沒有。小茹，我打工了2天，後來我爸跟我說，大宇的阿嬤來找他說了一些事情，叫我暫時先不要去幫忙打工了，因為他要大宇多一點時間在家裡讀書。可是大宇都說他在打電動。小茹，我們現在要參加客家童謠比賽，你願意教我們嗎？你們到底要找誰幫忙？你跟着我們來就是了啦。你有沒有聽到歌聲？有。你們真的沒有見過他？他不喜歡被別人看見。那萬一他不是人怎麼辦？我會腿軟呢。你很膽小哎。那我先去後門看一下情況，等一下再過來跟你們說。做咩噶？拖到門燒下，拖到門燒下。他谁？不要吵，吵死了。他到底是谁？喂，爸，我好像发现你要找的人了。谁？是跟小丽家租房子住的刘金福吗？对，好像是，我想就是他。你是在哪里看到他的？在秘密基地。你看到地图啊？没看到，应该还在，可是可能会从后门跑走。后门在哪里？从那边走下去。小茹，你还在里面吗？
哦，警方，你照头了，进唔进当救咯？跟你表演的是感谢你，麻烦大嫂。你没事就好啦。爸，奶回来了。像伊阿不该去泡，冇阿冇去得胖啦。这个给你吃。小丽感谢。不用客气。春天感谢。你要给伊带粮哦？我是想买劳烦李总的啦，都快文件揪出来了。怎会是哦？哈，天门恁真熟呢。唔係就同恁說服啊，你叫伊好好帶，用做那勞煩。其實我是唔得你門啦，唔得你啦，怎唔得你？看你啉水，有年送伊表演，我唔記得帶鎖匙嘅。原來安尼啊，同你講哪度嚟啊？我上都冇簽佢囉里囉嗦，為考試陣。假講假見笑，我哋今日咧workshop人問問佢，你容易同朋友借錢。唔怎會是哦？我想想下啦，一個人較點錢到，就進行到那個李總嘅，喲，看到以前講一個小野嘅倉庫哦，你不來唔將會熟識了春天小麗，同佢變好朋友。金福哥，春才我頭路啦，所以我就去以前睇所在探探。我聽咗林校講，以前係一位真認真負責任嘅老師啊。認真負責，真久以前的事嘞。聽講唔係真認真負責的巡查，你先加調查啊？沒條意思啦。我去探人江地吼，你教真多真有名學生呢。確實啦，以前係真認真負責的老師啦。我所有嘅心想中，我變做學生講，我本來嘛係另外一個學校嘅老師啊。我次次都40歲將想我去結婚幾啊年之後將叫一個心肝來小茹吼。安尼算唔算老年得子？中年人啊，中年。60嘞，今年60歲嘞，哪個心呢？本用離婚呢？我聽人講，做乜話呢？都本來雖然咧都感冒的，太慢送院。它變做個乜嘅細菌感染，它是導血癌，冇像咁嚴重，一條性命都冇咧。我本人講話太吵太鬧，佢講，我跟他識一個學生，冇關心一個來，雖然都過身咧，我本人講永遠都冇原諒佢。伊唔係原諒我，係啦，讓我開始一家來，冇結叫我本人我當我離婚咧。我猜你是下大雨是不是？是。你很壯，應該叫下好雨。他們都說把我打成下小雨。我很羨慕你有春天小麗這樣的好朋友。春天小麗，我對不起你們一直沒有誠實。小茹是我兒子，你們聽到的歌聲啊，就是小茹唱的。
那是别咧，本样嘅离婚咧，60歲按個人生係有乜嘅希望？你啊，學校對我教學也真有意見，所以離婚之後我是辦退休，冇個誤人子弟咧啦。安尼講起來嘛真採過呢。你仲咩？我又咩乜嘅採過人啦？有兩個月嚟復校吼，阿將點收啊？按叫來阮到時添麻煩。你放心，我真叫我搬走啦。李長爸，李長爸妹，我聽廖建福講嘅錢啊，係咪冇叫佢走？阿娘無空講嘛打喪啊，他一家互相一說啦。啊，慢慢個啉酒，之前特別啉酒，慢慢就按到出頭。真法啦，廖建福，我哋嘛唔係個心肝硬向嘅人啦，講一天吼，我係唔搬走啦。啊，不過我真愁呢，何必講咱這擺吼，唔係個發生安尼危險嘅事情，安尼真煩，唔敢我同我負責。李長爸妹，唔好安尼講啦。您放心啦，我相信主啦，我要真叫搬走啦。阮兄安尼添咁多麻煩哦。感謝。廖建福，那是男士操心，我嘛太不了啦。但操一個人，你又唔得去喏。有問題，大家看下來解決，咱就走，先放開意思。廖建福，廖建福，爸。你不要走嘛！我爸说会帮忙你解决问题，你还不懂吗？小茹，我们不是朋友吗？你说过要和我当朋友的。朋友有困难的时候，我怎么可以不帮忙？刘小茹。如果你真的走了，我就跟你绝交，再也不理你了，再也不相信大人了。你们大人都爱说谎。李長伯妹，事情從頭到尾轉馬虎飛，你們講清楚就好嘞。建福講，都係行得啱啱嘅。叫你上去啊！所以我們真的要找那個老頭交朋友嗎？是啊，我爸說他以前是學校的合唱團老師，常常帶同學出去比賽，經常得獎回來耶。長這樣，完全看不出來耶。可是他不是說他不會唱也不會教嗎？所以我們就要去找他。我負責談判，你們兩個負責撒嬌。啊？什麼撒嬌？我全校最酷最帥，你還叫我撒嬌？你這個自戀狂，叫你撒嬌就撒嬌，不然把你打成毛毛雨哦。乒乒乓乓，太久選就吵吵鬧鬧。不早了，劉小茹，已經9點了，該起床了。人有做啊？我靠，好臭哦！我想玩呀，晚上垃圾场。臭。你老娘做乜嘅？我們是環保局派來的，給你一張罰單。環保局。嗯。啊？客家童謠大賽，你要唱歌？劉小茹，我們想參加客家童謠大賽，你可以教我們嗎？拜託，拜託，拜託！下大雨會。好了。教育。拜託，拜託。哪天我做老師呢？你請配個老師教。劉小茹，別這樣嘛！你忘記我跟我們老師鬧翻了，怎麼叫他教啊？拜。怎麼？拜託。同老師鬧翻呢？脾氣咁壞。
无按按无行我插。拜你请配上高。没关系，放名表先留在你这，你慢慢想。我们现在大扫除好不好？啊？走啦！做乜干？大扫除。扫除哦。咱拍摄礼拜日行动约出来，你到底啊，要卡动人谅解啊。咱个做巡查，真是档案阁无拖不卡。唔係都好想去簽唔啦。生意，拍摄，老师拍摄哦。呀，我不娘留了天马啦。哦，冇念选，嘿。是的人吼，無人係都好想簽唔，我想同人講。我同你调好了，拍摄。跟我聊啦，跟我聊。好，谢谢。冇念选了哈。是的人吼。我想簽唔，我想同人講春天事啦。春天好搞發生乜嘅事？春天當上對我有點誤會呢。我有聽佢講，佢同強貴啊。強貴？無呐，不過佢對我係有點奇怪嘅情景。啊，唔認佢奇嘅啊，咩啦？佢有認。佢愛參加童謠比賽，啊嘛無同我講啊。問佢嘛無講，我喺感覺佢當初有心事呢。我等下轉來好問佢，順他做嘅筆錄啦。啊，咩啦？係老師，你同我來講，咩了解事？老師，等下我抽下啦。啊，聽下問，啊，我春天都是不是要心意說咧？有啲問題啊，我做阿爸吼，嘛唔知正經有人問。我頭想哦，可能迄粒慘。因行頭髮，啊，佢冇歡喜嘅呢。係哦。照片上这是谁？是你儿子吗？乜嘢唔同嘅東西，變好來。了不起哦。有，那你3塊紙嚟看下。我想問你，一隻熊種乜解？一隻熊種乜解？這是我奶小茹啊，佢童年片都是根本都普遍個性。這個講過了啦。我是同你講過。你要去寫圖。我的志願，年內的志願係乜嘅？啊，作文常常寫這個，我寫志願是想當李連杰被老師罵。废話，我又唔下功夫。哦，可是我帥啊！帥個屁呀！就說嘛，蔡大宇，你安靜啦，不要吵啦。誰吵啦？啊對啦，大宇想要做天陽明星，聽話。那小茹嘅志願呢？佢講，我嘅志願係同阿爸共款做合唱團嘅老師，每一擺看到阿爸做教太鼓、太子唱歌咁埋，我都感覺真威風。我真想踢腳到太漢加入合唱團，阮爸爸教我唱真多好聽嘅歌。楊妹妹。18歲，做副車，將每家，草的梅樹下，草的梅樹。那16隻，16隻。兩斗米。大西巴無通好穩穩的沙，兩斗米，大西巴無通好穩穩的沙。讓妹妹。18歲，
坐火车转每家，坐到梅树下，坐到梅树下，两条米大嘴巴，无同好温温的沙，两条米大嘴巴。我同好温温的沙，杨妹妹，杨妹妹，18岁坐火车转每家。山海苔，面缝缝啊面缝缝，给公鸡求妈妈盖风转身，开给公。过年啊，人咧唱的念童谣，啊念童谣啊，每只事有感情，按生发地讲点嘛个意思，唱出来唔讲，有该款的味道。都是你啊，下大雨。我那么帅，你们怎么舍得打我呢？自恋狂。迄那讲对生发吼无感觉吼，唱嘛个嗰种啊无感情啊，对吗？水饺子嗡嗡拍，都是要爱情阿妹，情无阿妹嗡嗡拍。那边分你要求，分同你是你我爱，嗡嗡拍呀嗡嗡拍，唔是拍呀唔是拍，那一些分你是能在。这条歌，按对两太太上，切切唱到嗰边，散到嗰边，好冇？好。你太太上好冇？好。好啦。杨妹妹18岁坐火车转每家，坐到梅树下，坐到梅树下。两条米大嘴巴，无同好温温的沙。两条米大嘴巴，无同好温温的沙。这个是爸爸的东西。知道了，弄那么辣，叫我怎么吃啊？今天轮到你洗碗了，不要赖皮哦。是，快比赛了，你们准备的怎么样啊？在小丽家都准备好了。春天没有把比赛的事告诉老师啊？为什么？老师很关心春天，春天不喜欢老师吗？那你喜欢老师吗？什么喜欢不喜欢？这个问题问得好怪哦。那就代表喜欢了。怎么了，春天？我讨厌你。春天别怕。停了。爸，你要去上班了吗？等会还有余震。春天，爸爸会陪你。你看，不是没事了吗？不怕，我们这里再待一会。春天不生爸爸的气哦。
爱的妈妈，虽然我只能看照片想象你的样子，但是我还是很想念你。请你保佑我们同僚比赛一切顺利，并拿到奖金，全班一起去看猫熊。爸爸说他12点就回来，可是现在快1点了，他也不接手机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不该对爸爸说那些话。等一下爸爸回来，我就跟他道歉，好不好？春天，你在家吗？我是老师。春天，春天，你在家吗？春天，我是小茹，你有托付干冇？老师，小茹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爸去上班了。对啊，你爸爸去抓坏人了，暂时没有办法回来，所以要我和小茹来这里陪你啊。老师，我爸怎么了吗？发动武中枪，不中枪，你啊，头先通知太隔壁本枪打到係嘛？係啊，通報啊，通報，今晚打通咧。喂，春天。等下，機動嚟巡航。喂，爸，你受伤啦？小伤了，到医院包扎一下就好了。因为来不及回去，所以请小茹跟老师到家里陪你。爸，你真的很笨哎！哪笨啊？强盗都被爸爸抓到了。春天不要哭，爸爸到医院包扎一下就好了。那你现在会不会痛？不痛，不痛。春天不哭，爸爸就不痛。春天乖哦，春天乖。老师，我听我爸说这个刹车有点松，你要小心哦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您准备好了吗？警法吧，没问题啦。等下讲熊肚疼啊。那先你再理讲，等我讲熊肚疼。好。李总爸，警副哥，落来了。不是客气啦。爸，老师昨天晚上也都没睡。老师，安排些啊，麻烦。唔會啦。警副哥，下午比賽你一定要陪小朋友去，該其他小朋友都拜託咯。你是誰安都？爸，我不去比赛也可以，我待在医院陪你。不行，爸爸没事。爸爸年轻的时候参加客家民谣大赛，没能得奖。明天帮爸爸报个大奖回来，好不好？来打勾勾。要答应我哦，爸爸真的没事啦。答应我哦。来掰一个。哦，小心小心，会痛啊。好。
18歲，坐火車轉每春天啊，叫叫，大家抓到陣呢？好，马上来。拍照拍好了，赶快过来帮忙烤肉啊！哈。哎，小卢，你要笑哦。哦，妈妈不是要去看猫熊的，结果变成烤肉，我岂不是白忙一场了吗？没讲法喂。妈妈，你小鹿说了啦。再靠近一点。拍照。用妹妹18歲，坐火車轉每家，草東梅樹下，草東梅樹下。兩條米大糍粑，無糖好穩穩的沙。兩條米大糍粑，無糖好穩穩的沙。用妹妹18歲，坐火車轉